花莲市的粪扫场早起又搁倒火哦，虽然火真紧就拍花，也毋过伫短短1个月来，花莲的粪扫场嘛已经火烧3届咯。因为今仔早起的温度是无介悬，粪扫是家己烧起来，还是讲是有人放火，爱个调查。消防车一台刷着一台，赶去花莲市粪扫场，消防人员救水线拍火，怪手也开乌粪扫，避免内底吸烧。花莲市民并无闻到怪味，也毋过对各发生火警感觉上无。 目前是没有闻到味道，我希望相关单位可以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。这件火警是发生伫早起6点54分，由粪扫场管理人员发现堆体开烧西边有臭甲素外泄，抓来就倒火烧起来，赶紧报警。火势虽然真紧拍花，不过粪扫场对了受管监视都是引起火警的主要原因，清洁队也要调查。我们不能排除的原因非常的多哈，当然。 人为纵火是其中一个可能的一个选项啦哈。我们明年会将这个我们现在堆高的垃圾会拉下来，以后我们堆置的垃圾的高度不会超过7公尺。环保局也派员去监测空气品质，目前数据也在统计，不过这已经是30日来北区两座粪扫场第3件火警，引起花莲各界关切。积极跟中央争取经费哦，明年我们也自己编了5000万的经费来打包整个花莲市的垃圾，因为现在目前的去化量能的确还是不足的状况。那火警发生的原因，警方也在调查，不过消防人员唔敢大意，继续伫现场喷水监测。目前花莲市粪扫场总占地量大约8万多吨，竟然向粪扫场大约1万吨，安怎加速气化，成做重要问题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